只因大壮想通过五一长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，却即将会给他带来一场不可磨灭的阴影。上高速以后，一辆残破不堪的货车突然超车，在领先他以后又减慢速度挡在大壮车前。随着货车排出的滚滚浓烟，大壮愉快的心情严重受到影响，于是在对方迟迟没有回应的情况下，一脚油门超过了挡路的货车。可他这一行为似乎激怒了后面的老六，但大壮却对他发泄情绪的行为不屑一顾。没过多久，货车老六也突然加速，紧紧地跟在大壮的后面，蠢蠢欲动。好脾气的他不想过多纠缠，便挥手示意如果有急事让他先行。可货车老六似乎并没有急事，在超过以后再次减慢了速度，继续让大壮吸收着货车排出的尾气。看明白一切的大壮准备快速离开这里，但货车老六预判了他的预判，每次都挡在大壮的前面不让他离开。此时大壮的好心情彻底消失不见。经过几次亲密友好的技术切磋以后，货车老六终于良心发现，效仿大壮的举动挥手让他先行。看到手势，大壮表示感谢，并变道准备超过去，可下一秒对面就出现高速行驶的车辆。幸好大壮的老爷车轻便灵活，及时躲开，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同时大壮也意识到对方并不是路怒症患者，就是单纯想给他送盒饭。可自己平时小心谨慎，没得罪过任何人了。深知危险的存在后，再一次过弯时，大壮果断超近路，超过了货车。同时阴险的老六也彻底被激怒，很快就追了上来。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超车，而是在后面不停地按着喇叭，催促大壮继续加速一分高下。见要求得不到满足，货车老六还时不时亲吻大壮的菊花。无奈之下，大壮也猛踩油门，不断提速。由于车速太快，轻便的老爷车失去控制，撞向不远处的围栏，货车老六也满意的扬长而去。醒来后的大壮迷迷糊糊走进一家餐厅，从洗手间出来后，惊奇地发现货车像幽灵一般也停在餐厅门口，这就证明司机老六也在这个餐厅里。可自始至终，大壮也没看到过老六的样子，只在加油站看到过他的皮鞋。你的车吨位大，我斗不过你，如今你我都站在地面上，鹿死谁手还有未可知。很快大壮就找到那双令他咬牙切齿的皮鞋，不出任何意外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也就在大壮挨揍时，幽灵老六的货车开走了，大壮才意识到自己是白挨揍了。但现如今好歹是摆脱了老六幽灵般的身影。随后老爷车被疾驶而来的火车拦截，就在大壮放松警惕的时刻，幽灵老六再次现身，并且在轻声问候老爷车的菊花，而前方就是急速的火车，一旦失控向前必定会领取盒饭。情急中大壮急切想念老六的祖宗，可对方并不接受他的好意问候，反倒是加大油门继续亲吻老爷车的菊花。货车庞大的吨位和马力将轻巧的老爷车渐渐推向死亡。眼看大壮就要见到上帝，幸好火车这时已经全部通过，大壮马上放下手刹，一脚地板油给老六让道。可货车老六便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而大壮看着远去的老六，却是满脑子问号：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上一秒还在生死相逼，下一秒就悠哉悠哉的离开了，远离老六的威慑？大壮在公路旁遇上抛锚的校车，热心肠的他愿意帮助他们推车，可这无疑是小马推大车，不自量力。结果没帮上忙不说，老爷车的保险杠还卡在校车上，一瞬间小丑竟然变成了自己。就在他尴尬无语时，幽灵老六想念玩弄在鼓掌之间的玩物，竟然折返回来寻找他。当大壮看到老六时，整个人被吓得亚麻呆住。见到货车缓缓向自己靠近，大壮就更加的疯狂了，强行将老爷车与校车分离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开车逃离。离开后的大壮通过后视镜看到，货车老六却好心的代替他将校车推出隧道。可眼下他没时间过多思考，正好趁这个时机彻底甩开他。很快大壮就赶到了临时服务区，准备通过公用电话向警方报案。可货车老六果真如幽灵一般的存在，看样这一次他是真的要置大壮于死地。情急中，大壮不顾一切地抓起什么都向货车砸去，可这丝毫没有阻止货车的作死行为。见反击无效，大壮趁货车兜圈的时间差，钻进自己的老爷车，一脚地板油逃之夭夭。幽灵老六也马上紧随其后。大壮深知以老爷车的速度，很快就会被追上，于是灵机一动，一头扎进公路下面，来一个360度漂移，利用灯下黑的原理，躲进土丘另一边的岔路上。见幽灵老六没有察觉，疾驶而过，大壮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火车的鸣笛将大壮从噩梦中惊醒。醒来的他惊慌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回想过往，不由得发出歇斯底里的傻笑。平复心情后，大壮继续赶往淄博，准备去吃烤肉。可没走多远，就一个急刹车停住了。其实幽灵老六根本就没有走远，一直在这死等大壮的出现。被逼无奈，大壮猛踩油门向货车冲去，而对方也是虎视眈眈。
但最后大壮还是胆怯了，又原路退了回来，同时货车也倒回了原位，摆明了就是想戏耍他。大壮鼓足勇气就要上前找他说清楚，可幽灵老六看他靠近，马上驾车离开。大壮追不上4个轮子的汽车，便停止追赶。哪曾想大壮刚止步，幽灵老六也在这一刻停在路边。此时正好一对老夫妻经过，大壮如看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立刻上前去求救，而幽灵老六却急速倒车冲向对方，吓跑了老夫妻。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壮的老爷车上。危急时刻下的大壮躲出去10万8千里，可幽灵老六并不想这么早弄死他，便再次开车向前去等他，甚至还做出挑衅的挥手。一路上的经历让大壮明白，对方是把自己当成随意玩弄的小白鼠，或者是随时可以碾死的臭虫，于是决定今天既分高下也决生死。在挑选好绝佳的路段后，大壮猛踩油门向货车冲去。幽灵老六见对方敢和自己硬刚，也不甘示弱的给足马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壮用手提箱顶住油门，在临近的最后时刻弃车而逃。两车相撞，老爷车不幸起火，幽灵老六被大火遮挡了视线，不幸掉入悬崖。